议员刘维英表示，电动自行车因为轻便，唔免驾照，是长者甲学生上好的代步工具。毋过，伫109甲110年，一般民众伫新购买补助，还佫有900，到今年却只剩500块。老旧机车的汰换补助嘛一直减少。对此，议员要求市府应该加编列预算。我们如果从换购的一个部分，从第一年109年的换购的补助3000块，它总共有190个人申请。好，那到去年它降低到2000块哦，剩下138个人去申请。那今年哦，这个已经已经来不再补助之后哦，那这样很有可能哦，这会产生几个部分。第一个哦，它会打压到我们原本哦在市场上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业者哦。对此，市府环保局控造科回应，市府伫110年甲111年，拢有编列7000多万的经费来补助汰换老旧机车，甲购买低污染的车辆补助。如果民众先汰换老旧机车，然后再申请购买电动自行车，大约会用的补助1000到1500块。其实今年还是保有电动自行车换购跟新购的部分，只要呼吁台南市民，只要你有老旧的机车，所谓老旧机车就是96年6月30号之前出厂的，你换购我们补助500块，那你是2行程，我们再加码1000块，那你在新购电自服，就是我刚才讲电动自行车的部分，还会再加码500块。那实质上就是1000到1500块，跟去年也相当啦，相当。根据环保局的统计，110年台南市总共汰换老旧机车有48000多台，电动机车的成长嘛有7000台左右，总共收费大约有32000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